奇怪，阮爷爷讲叫我今仔一定来遮赏花。我感觉遮风景也无好啊啦。都是安尼讲啊，规路也无山，也无水，也无花，也无草，讲什么叫做游山玩水？我想到，嘿，一定是阮爷爷吼，挑工要甲我变梦，请伊出来兴师问罪。是，爷爷有请。我走，听着乌鸟伫底叫乌狗，我对峙来走到向我的鸟斗，赶紧向着我的娇娘来报道，再下岛。天，嘿，爷爷啊，你若要唱歌吼，爱唱个清楚，你知无？你安尼唱无清楚哦，观众会搞不清词呢。我是恁查某孙仔呢，你哪会用唱讲？我向娇娘报道。本来就是啊，安尼观众比我会误会呢。唔是啦，我意思是讲，你的名仔名毋是叫做娇娘。哪家的名仔名才是娇娘？对啦。爷爷，你叫了无唔对？因暗拽你出来，这是要创啥话，你知无？哪家专言不低，请爷爷指示。因暗带恁出来，这就是要教恁做这个人之初的基本条件。我知影。来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。唔是迄啦，唔是叫恁念三字经啦，我是要教恁讲做咱这人做人人之初的迄款的，迄号做有人来啊！人来了，赶快跑！唔是迄个会人的人，是咱咧做人的人，知唔知？来，赶紧来，通通听我口令，向右转。1、2、起步，你有法甲3呢？向右转就1、2就好啊，知唔知？起步，好。1、2、好妹，到这时马才开始，咱两个都袂得搁见面啦，是。请你大原谅我，我咧做是不得已。不过我想，咱自己就会当见面啊。喂，好妹，你敢唔知啊？我已经袂当无你。假使讲你若离开我，无得来看我会为你自杀，你知无？袂，阿君，你千万唔通安尼做，你若安尼做，我会就伤心。阿君，好妹。哎呦，你这死查某鬼，原来你就走到后边来啊！没你去死啦，没你去死啦！好，你哦，食饭桶，迄咱姑娘安怎揽你都袂晓，你真简单嘛。姑娘徛咧遮，你挖起阵啊，扫下来，揽到伊袂喘气，知袂知啦？若袂晓，大揽你看卖。哦，来，小过来。等下呢？哇！你将阮查某囝是当作试验品是无？哎，阮小弟袂晓安怎揽，我甲会揽有啥物唔对是？揽你的头啦！我跟你讲，因小弟今仔又怪阮查某囝，我要甲你拼命。稍等下，你若敢当着阮小弟皮骹毛，我原来互你好看。啊好啊！爱你去死啦！啊，你搁敢爱？迄阿娘吼，叫你去学风水，学看相命，你哦，早来这拍妹妹，你搁敢爱？哎呦，行啦，来看医生啦。我拢静起来，我总了胡嘿，恁有看到无？爷爷，无你是要叫我看前半段，还是后半段？哈，当然嘛是看前半段，迄后半段有暴力行为名的黑白学，因暗爷爷带你出来，主要就是要学迄个恋爱啊。谈恋爱哦。Yes sir。爷爷，那阮真早就想要谈恋爱，只是吼，阮拢无对象啦。哦，要对象就较要紧。我讲啦，咱若拣迄对象，都爱拣像爷爷这样高水母啊，忠厚老实型的，这款也较老实的对用的。哈，找像爷爷你这款的哦，无啦，要找就要找迄个较缘投的，唔是较缘投的，而且爱迄个帅哥型的。当然嘛是爱找帅哥，对唔对？难哦，这尔
条件遐尼好诶，我看是难哦。袂啦，我来去迄人间呢，来去找一个唔能婆，甲咱斗找就紧啊。梅兰婆，我实在有够互恁闹开呢，哈！恁母啊，下我是咱本附近的上出名的媒人保安呢，竟然生甲你这两个扑龙公出去外口约查某，讲甲规身躯伤倒转啊！哎哟，我实在替恁真见笑。阿娘啊，见笑是你，毋是阮兄弟啊呢。哦，逐工吼拢听你咧讲，讲你是咱全庄吼上有名、上红的媒人婆。啊，你来咧替人做亲情，绝对会当做成功高队。迄奇怪咧，别人啊做到四时四时，阮两个兄弟啊，我可能别官。啊，恁要消袂出去，这我哪有法度啦？哎呦，大爷，莫讲啊啦！阿娘做别人的迄个媒人哦，有钱好赚啦，做咱两兄弟啊，伊就搁倒贴无。答对啦，啊是细汉就较巧。阿娘啊，你答对了，阮不对咧。要啥物行业吼，唔叫兄弟去学啦，啊叫咱学啥物看风水啦，爱学算命啦，讲安尼吼。甲你的行业啥有连锁的关系啦？哦，啊，母啊，伊讲安尼啦，讲安尼吼，伊才会当一手包办啦。好啦好啦，莫念念遐多啦，莫生气啦。连讲即摆若搁生理入来吼，我才先甲恁留咧啦，啊毋就好啊，带恁小弟去用膏药啊，较要紧啦。真是啊，娶某有希望啊，行，来叫医生看。安尼我来。哎呦，哎呦！莫怪阮囝咧甲我算。有影消费的真气咧，啊！我安尼工作遐尼济吼，啊，顾趁钱，也袂记讲家己的囝嘛已经大汉啦，即嘛若有吼，爱先家己留起才对。有人记无？哎呦，啊，我毋是人无，我敢鬼。哈哈，哟，歹势歹势，借问下恁即口罩讲有一个唔能婆啊，毋知有对无？有啦，哎呦，媒人就是我啦，这4、5种以来拢嘛我一手包办的。啊，你是要搁娶是毋？毋是啦，毋是我要娶啦，是我一个细汉啊，得要嫁啦。哦，安尼哦，哎呦，来，先你入门来，请用茶，吼，嘿，恁查囝是哦？喂，毋是啦，我这型的啊，查某囝，阮查某囝毋差7、8十啊，阮查某孙啊得要嫁啊。啊，条件要啥物款？条件吼，只要若是烟豆、古水、木讷、中好、老实的，迄就好。啊，都烟豆，啊，都中好、老实，都搁古水啥物呐？恁查囝，无恁查孙水啊歹？啊，阮查孙袂歹，正刚雅，足水的。安尼哦，是讲你敢若安尼讲，我是安尼啦。阮若咧工作，拢较爱做迄落红仔某面的吼，较有素皮安尼啦。啊，你敢若讲我袂相信，啊无你安尼啦。我看一个会知。无规矩安尼啦，我明仔载暗才出来，互你鉴定。安尼好，安尼好，啊，咱一言为定。好，明仔载暗出来，互你鉴定。好，当咧。安怎？我这毋是公园呢。嘿。啊，人我嘛有旁茶请恁呢。啊，你说拢毋捌礼数？哦，我知啦，食水果就拜树头，啉水爱输源头。答，这有一张银票，这互你前写。后写还阁有咧，我来记嘿。好，顺行诶，啊，明仔载都会记诶吼。哎呦，明仔载出来吼，看了若袂歹吼，这个都爱家己留起来用，做新妇。哎呦，啥会啦？啊，咱破外路就听声安尼遐高嗨。哦，毋知影讲即摆医生看咯，迄医药费遮尔贵啦，我钱带无够。钱哦，无关系，恁母啊今仔日生意足好诶。哦。趁7、8摊呢。趁7、8摊啊！我来，听我来。哇！阿娘，喂，你摕啥物互我？要金票，你摕啥会互你？金票，你家己看卖，那啥？哇！